Sadapang toko saupo. Kasaupo to kita ukapa mapurong. Kao pinoran mapurong. Katay ni ito itini katumayan. Ini ko saupo anini tulong o sa pataras ka araw to makapahay na ayay nano nini asra painian ni orip numita. Nanay ni haday ko orip numita anini tangasay laos. 有听懂吗？没有，没有，欢迎各位来到这美丽的都历传统领域。这个地方坐落了早期阿美族在这里非常辛苦开垦辟地，而成为非常漂亮的农地。现今称为处本部最漂亮的处坐落在这里，所以这个土地的美丽，来自都历的一群小小生命、中年生命、老年生命，在这里要传递的是来自这个土地一切芬芳跟美丽。第一首歌叫《土地之歌》。 Kami wama talau liputan koka tumayani dini orahan kotori kaniaro paiziran kami wama liputan kami wama kalupahan kami wama talau hayo yan hayo yan我们等各位的掌声。
谢谢。第二首歌《都立之颂》，这首歌要传递的是，这美丽的都立部落孕育了它丰富美丽的下一代，所以这首歌非常的好听，由年少的生命来传唱这首歌。这首歌在反映着每一个土地都是祖先留下来的美地，所以在任何民族里面所坐落之地都叫做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嘎根乐团在东莞处阿美族民俗中心经营了13年，我相信有来看过表演的都知道，我们一代一代把最美丽的声音传递下去。有看过嘎根表演的举手一下。哦，谢谢你们，只有1/3啊。嘎根在这里已经13年了，都还等不到各位来看我们。阿美族在东海岸线、台十一线是最多的族群，也是部落最多，所以阿美族人口在台湾原住民16族里面是最多的。各位知不知道最会唱歌跳舞的是哪一族？对，是阿美族。在台湾16族当中，南岛民族乐器最多的是哪一族？知不知道？对，是阿美族。所以最漂亮、最帅的是哪一族？知道吗？对，谢谢各位。好，阿美族因为是靠海洋，所以在渐入夜间的同时，今天会看到的是星光，因为大概9点多以后才会有月光，所以各位有幸在还没有夜光以前看到星光。所以阿美族这一群就是我们的星光，所以我们在走在星光的大道上，演奏这首歌《都立之颂》。Sabinana moki soto korono pakaronga ilai citam sikan aci cilu anu sabinana moki soto rajulu kakak ilai cikan aci harasan anu sagavana awi soto noli tengah nara riono tuli ani aro ilai ciharo ku aci masang wamaro sing shino misu Yeah.
倒数9秒。哎，我们先请我们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场啊，已经跟我们跟